年中班阿嘞。隔壁迄个阿公仔愈来愈无气味，甲我掠做医生仔。哎呀，阿公仔就是脑伫退化，无人爱安尼啦。安尼因后生照顾起来真辛苦，真无法度的代志。咱嘛袂使甲伊放杀啊，总有一天嘛会轮到咱。即摆大家一句一句替阮念。阿公食老无气味，阿公食老无气味，脑伫退化不得已，脑伫退化不得已，毋通去嫌放杀伊，毋通去嫌放杀伊，总有一天轮到你，也轮到你，总有一天轮